大家好，歡迎嚟到是馬同行。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咧，可能令幾多基督徒都有少少唔舒服嘅題目，甚至好難明白嘅，就係神嘅嫉妒。聖經咧竟然形容耶和華係一個嫉妒嘅神。出埃及記34章14節甚至講，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為忌邪者。忌邪呢一個翻譯可能令我哋聽落去冇咁刺耳，但喺原文裏頭嘅表達的而且確同我哋今日所講嘅 jealousy 嫉妒有關。咁問題就嚟啦，我哋通常會覺得，喂，嫉妒唔係一件好嘢嚟嘅喎。一個人成日嫉妒人哋，我哋可能會覺得佢咩啊？心胸狹窄，佔有慾強，甚至咧缺乏安全感。喂，咁點解聖經竟然將嫉妒放喺神身上呢？唔通神都會嫉妒人？嗱，今日我想借用一本非常重要嘅基督教著作，就係巴克嘅《認識神》，同大家一齊慢慢拆解呢個問題。巴克係邊個呢？點解我要引用佢呢？巴克 James Enoch Parker， 佢係20世紀非常有影響力嘅英國福音派神學家。1926年出生，2020年離世。佢一生特別重視一件事，就係基督徒唔單止要知道關於神嘅知識，而且要真正咁認識神。而佢最著名嘅作品之一，就係熒光幕顯示呢一本《Knowing God》認識神。呢本書1973年首次出版，後嚟成為當代福音派非常有代表性嘅神學作品。不過我想先講清楚，我今日引用巴克，唔係因為我認為巴克講嘅每一句說話都等於聖經。巴克唔係聖經作者，任何神學家，包括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巴克等等，我哋都唔應該將佢講嘅每一句說話放到聖經同等嘅權威。咁點解我仍然引用佢呢？因為一個好嘅神學家可以幫助我哋去發現，原來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可能不知不覺將我哋對神嘅形象投射咗上去。而巴克喺第一章一開始嘅時候，就提醒咗一件非常重要嘅事。佢嘅意思係，我哋唔可以先想像神應該係點，然後先至去讀聖經。反過嚟，我哋要讓聖經話俾我哋聽，神究竟係點。嗱，呢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當我哋聽到神是嫉妒的神，我哋第一個反應可能就係，哇，唔係啊嘛，神點可能係嫉妒㗎？但係巴克就好似叫我哋停一停，先唔好急住將人類最醜惡嘅嫉妒放喺神身上，然後先去問聖經講神嘅嫉妒究竟係講緊乜嘢呢？究竟乜嘢係神是嫉妒的神呢？我舉一個例子，譬如有個同學考到90分，哇，佢應該好開心喎，考試考到90分。不過當佢及到隔離個同學考到100分嘅時候，呢位同學嘅心裏頭呢，就開始即刻唔舒服啦。哇，點解佢有100分，我得90分㗎？原本應該都可以去慶祝嘅，攞到90分，但係而家就冇呢一種興奮開心嘅感覺啦，淨係無限碌。哎呀，我爭佢10分。呢啲究竟係點解會發生呢？我諗唔多唔少，因為俾嫉妒嘅情緒折磨緊咯。巴克話呢一種嘅嫉妒當然係有啲問題，咁但係咪所有叫嫉妒嘅感受都係同一樣嘢呢？巴克話唔係。佢舉出咗一個非常重要嘅區分，有一種嫉妒係嚟自於貪其他人有，但係我冇；但係另外一種嘅嫉妒係嚟自於一段嘅關係係彼此曾經承諾互相忠誠，係一種珍惜一段本來應該係互相忠誠嘅關係。我舉一個例子，假設有一對嘅伴侶，佢哋大家走埋一齊嘅時候，曾經彼此承諾過對方，我會忠於你，你亦都忠於我。但係有一日，其中一方發現對方同其他人發展另外一段嘅感情線，甚至有性關係，咁會唔會話冇所謂啦？你鍾意邊個都 OK 㗎，我都唔 care。
咁係咪代表佢個愛情好偉大啊？咁啊未必㗎喎，佢根本唔在乎呢段關係都唔頂㗎喎，甚至可能我哋聽落去都會覺得有一啲疑惑，佢係咪難頂得滯，所以佢咁講係令自己感覺得舒服啲，講緊反話咧咁樣。所以咧，如果因為伴侶嘅不忠誠而傷心、憤怒，甚至產生嫉妒等等，其實就同話點解你有我冇啊？我 jealousy 咁啊，係有唔同嘅。前者係我好想有你有嘅嘢，但係後者咧係嚟自於我好珍惜我哋彼此曾經承諾過嘅呢一段親密關係。而巴克就話，如果要明白神所講神的嫉妒咧，我哋就要從第二種開始去理解啦。所以關鍵唔係佔有，而係立約。嗱，呢度咧就開始進入聖經嘅世界啦。大家記唔記得十誡喺咩背景下邊頒布㗎？唔係神突然出現，然後同以色列人講：你哋全部都要聽我話，哈哈哈！梗唔係啦，而係神首先呢，將以色列人從埃及地為奴之家拯救出嚟，然後有問過佢哋：你哋願唔願意委身承認耶和華係你哋嘅神呢？然後佢哋係承認願意㗎，然後神同佢哋立約。所以十誡一開始嘅時候就講：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之後先至講：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所以呢一個咧係雙方自願嘅情況下，同對方委身嘅一番嘅立約嘅關係嚟嘅。聖經喺新約嘅裏頭咧，更加用非常親密嘅圖畫嚟形容神同埋基督徒嘅關係，同教會嘅關係，就係丈夫同埋妻子。神同佢嘅百姓進入一段立約嘅關係，所以咧，當以色列轉去敬拜其他神明，聖經好多時候就唔單止叫呢一種嘅行為做違反規則，先知咧，甚至用一啲非常強烈嘅字，就係淫亂。點解呢？因為從立約嘅角度嚟睇，拜偶像唔係一個宗教選擇，而係你之前應承過㗎嘛，所以係一段關係嘅背叛。咁你就開始明白點解聖經會講神嫉妒啦。巴克仲講多一層，神所嫉妒嘅唔單止係佢百姓對佢嘅忠誠，亦都包括神自己嘅榮耀。以賽亞書42章8節講：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打個比喻啊，有一個 honor 係屬於你嘅，但係其他人卻將你個 honor 俾咗第二個人，唔知你有啲乜嘢嘅情緒反應呢？嗱，如果創造天地、賜生命俾每一位人嘅嗰位真係聖經裏頭啟示嗰位獨一嘅真神，咁將只有神配得嘅敬拜交咗俾其他人或者其他嘅物，本身就係將真實扭曲咗。所以神嘅嫉妒亦都係神佢自己嚟維護翻自己嘅榮耀。但係呢個嫉妒唔係一個自卑嘅人拼命咁樣叫人哋你一定要嚟讚我啊！如果唔係我就頂唔順啦。並非如此，呢一個嫉妒係反映出神拒絕讓虛假嚟替代真實。咁究竟神是嫉妒的神係乜嘢意思呢？嗱，我想大家記得聖經咧所講神的嫉妒絕對唔係罪惡人性嘅放大版，即係唔係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唔係你有我冇，所以我唔中意你，亦都唔係我冇安全感，所以我要 check 你，要控制你，要 PTU 你等等，而係咩呢？
一位與人立約嘅神，認真咁看待佢嘅愛、佢嘅約、佢百姓嘅忠誠，同埋佢自己嘅聖名同埋榮耀。所以呢，我甚至會用一句簡單嘅說話試下總結巴克：神的嫉妒唔係因為佢嘅愛太少，而係佢對愛係好認真。嗱，呢句說話我係根據巴克喺神係嫉妒嘅神整章嘅內容呢，嘗試做嘅總結表達，就唔係巴克本身嘅原文嚟嘅。而呢個分別呢，我都想再講清楚啲。嗱，千祈唔好借神係嫉妒嘅神呢一句說話就合理化自己喎，就話神都係嫉妒嘅啦，所以我係好合情合理去控制我另外一半㗎。有乜問題啊？check 佢電話，限制佢同人去做朋友咯，唔好見啲異性啊，同性都唔好見添啊。因為我愛佢嗱，千祈唔好咁諗，因為呢個咧唔係巴克嘅意思喎。人嘅控制欲、猜疑、佔有欲，甚至喺關係裏頭嘅暴力，都千祈唔可以借神是嫉妒的神嚟合理化自己。反而聖經係帶我哋去逼我哋去問一問我哋自己裏頭深入一啲嘅問題。如果我哋有嫉妒嘅情緒，究竟背底下係有啲代表啲乜嘢呢？係貪婪、比較、自我中心、心底裏頭嗰種嘅不安全感，抑或係其他呢？原來同一個中文詞語嫉妒背後同聖經裏頭講嘅嫉妒可以係講緊非常唔同嘅嘢嚟㗎。喺呢度呢，我想留低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嗱，如果今日我哋講神嘅嫉妒可以係聖潔，甚至同佢嘅愛同立約忠誠有關，咁點解喺教會歷史裏頭，尤其是大家熟悉嘅天主教七宗罪，又會將嫉妒列為其中一種罪呢？咁係咪好矛盾啊？一方面話神是嫉妒的神，另外一方面又話嫉妒是罪，究竟兩邊講緊嘅係咪同一種嫉妒呢？我諗你聽到嚟呢度，你都會知道答案唔係。而且當我哋追翻七宗罪裏頭所講嫉妒究竟係咩嘅時候呢，你就會發現佢裏頭嘅解釋同我哋今日講巴克所講神嘅嫉妒之間係有一個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話完全相反嘅方向。咁咧，我想留翻喺下一集先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到時咧，我哋就會一齊睇下早期基督教傳統究竟點樣理解人心裏頭嗰一種會腐蝕我哋嘅嫉妒係啲乜嘢一回事。嗱，當人嗰一種嫉妒同埋神嗰一個嘅嫉妒，呢兩種我哋都話叫做 jealousy 擺埋一齊嘅時候，我哋先至會真正發現聖經唔係簡單咁樣叫我哋唔好有情緒，而係喺度問緊我哋個心，究竟我哋愛緊啲乜嘢？嗱，嚟到呢度，我好多謝大家係聽到呢度，歡迎你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